拢看到，我就无可能去活你遮。我来，我来一个啦，我为什么想跟你关系？啊？搞你！为你个人家我的事，除了我以外。 林登辉，救人我！救人我！你怎么死啦？救人我！救人我！是，来人啦！别过，胡波！阿辉，我伫咧遮。救人我！阿辉，胡波！阿辉，你救我！你救我！快做！你救我！ 若死，你就会当高枕无忧啊啦！是咱就会高枕无忧啊！啊，是，咱就会当高枕无忧啊！这间厝安尼气氛怪怪呢。嘿，你若欠伊钱，就紧还伊啊。伊若欠你钱哦，用讲的啦，莫生气啦。笑着无就撇来久了，你搁笑着啊？你毋是真笑？阿辉，多谢你这摆救命之恩，另讲若有机会，我一定报答你。 小等下，你要倒？我要回来昆义宴，遮尔济天无倒转去，我回来处理一寡代志。免等伊啊！君义宴即摆是阿南，伊伫咧当家做主。有听到无？安怎来安怎去，侥幸钱失得了，捡着一日就半输缴。嘿，奇怪呢，我今仔人啊特别冲啊！ 阿伯，你是人艰苦哟，无你的面色哪遐歹看？关主，你都要面对现实。啊，人做恶做歹，拢全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既然甲法度甲扶起来，我嘛法度甲收起来。哈，讲得真好。无咧，天无落红雨咧。 居然主代中影，我咧今日昨晚逐工安尼怨天怨地啦。今日看到你，甲知讲天公伯啊真公平，甲你报应报啊正功夫，正好。安尼甲咱两个吵起来，搁变大汉啊！好吧，你看，这白人哦，就是拢安尼。阿辉，这个白人拢足负责的，你莫甲因斗阵，人即摆就转来安尼说，好。好吧，你先转去啦，你搁留在平地会真危险。你无要甲阮转去哦？又搁有啥物代志啦？我嘛无想要隐瞒你，我是要放心向咱，我一定要搁见伊一面，确定伊真是无代志，我才会安心。好，你会当去救伊，啊，毋过你袂用爱伊哦。阿辉，勇士勇士做法，我支持你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咧，即马你是阮家妈仔的囝婿哦。你放心，你甲我拢是讲信用的人，我讲会到就做会到。好，有吧？咱来等。阿辉，啥物代志就爱较细意的。这群白人哦是足可恶的。伊两个了真着，我袂用甲恁遮白人做伙，我要来转。啊你是？我
我叫阿春啊啦，我是听水的水用人啦。水用万刘姐啊，啊，落退休的时阵，伊拄好伫大楼内面，我就先带去救出来。啊，你哪去用关喺大楼？这空起来吼，就回头长啦吼哎。你问伊啦，伊拢知影吼，我来等。王牛，稍等。唔免啥，我知影咯。等下，你讲你是官府的人，啊，那安尼你即摆回去，唔着报官来了吧？袂啦，我袂够的啦。你袂够的，我拄则徛倒啊，金金甲你上。你讲我若无熟过赛，是安怎头到尾你的话较侪让我问啊？我。哦，什么时阵你搁手震？你敢知我偌烦恼你呢？我想讲，搁一下若无看到你，我就要去听书找你呢。迄几暝我先做这代志，俺先等下才去讲。哦，这届哦，家在是妈祖无保庇啦，啊若无，你阮死的啦。哎呀，迄是阿南哦，甲同伴因串通好去放火，我搁发现哦，阿南哦去恶洗同伴呢，照咱会当摕到同伴的罪证，安尼就会当甲掠起来。哎呦，你明年搁转去听书啊啦？你甲迄个阿南见过面呢？啊，你若转去，若叫转着是要安怎？我若无转去，是要摕黄马褂，是要找同伴的罪证啊！免，一定搁有其他的办法，搁想啦。我绝对袂用目睭金金哦，看你搁转去冒险啦。春啊，你若真正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是要哪对咱过身去的爸母交代啦。阿兄，人咧讲吼，不留好的演得好主，只要会当早钱掠到迄个贪官吼，就算讲有危险，我试看完哪有要紧。春啊，本来是安遐的代志哦，即摆煞连你也牵拖落去，我实在是啊。阿兄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是兄妹仔呢，甲你斗相共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啊，对啦，我听迄陈辉甲袁娘咧讲话哦，因敢若甲这个阿南有真亲的关系，假使咱有办法哦去接近因，安尼对咱的任务哦一定有帮助的啦。陈辉，袁娘。咱是咧做餐的，你看嘛你啦。你对师傅对我顾是为着啥？咱军演即马怎会在你流浪呢？当然嘛有，师傅好个，小姐生了水，师傅阁有遐尼济田园甲厝地，我连暗时咧军队做面忙。定定咧想讲有一天我若做演主，小姐若阁会当嫁我做某，我一世人都无枉费啊！演主也无通啊轮到你咧。啊，若小姐我比你较介意，你想要甲我抢什么？我甲你讲，等我餐客地客若摕到手，我也吃饱，你还阁有饱油啊通扣。若是你做你走。是。我替你开吧。我听讲感冒了有两条动作，你应该比我更较清楚。嘛讲来听看卖。第一条头干牛啦，第二条把这两个田园甲某囝，这拢是死罪。啊，军旗演即马就拢是我的，啊，我这人嘛真好参详。你若感觉你比我较高，也是你唔惊死，我随时拢欢迎你来霸占军旗演。阿某啊，你感觉我这个人的腹肚有够宽？演主，
你唔通到阮遮下骹手人滚耍笑。阮无你的本领，嘛无你遐才情，阮还敢？阮敢若有迄个资格，会当替你做牛做马，好牵马之咯。人一咧讲春天后无面，啊你咧骗咱比后无面搁变啊较紧。你真无惜命底配安怎？彦祖，我这个人较惜命。今仔日你好开始叫彦祖，你这条命暂时袂放过去。我甲你交代，你永远会记一件代志，我这人要变，会比你较紧，比你较瘦。小姐，搁随要出去啊？你若当作我是恁的师傅，恁两个闪开，互我离开这个所在。师傅，阮是一定会认，啊，毋过是现主，阮嘛爱认。阮即摆是食个头路。认。吴彦祖，这间厝你也毋是无熟啊，毋免遐尼生分啊。来面坐。大位我会用认你坐，我会用坐者。我邱某某对你安尼讲真纯纯啊，坤义宴我会用互你，你放阮查某囝走。你敢知影规个军宴上无价值人就是你，啊！你即摆是一个阿骗生，活伫咧这个世间上啊，是会加了米。若换做是我会找一个所在，甲你解决单杀。今仔到这款地步，我无怨叹，我是怨叹我看唔着人。我记得放阮查某囝走。邱台中，我伫你的身上学了真侪物件，每一个人，每一项物件，拢有伊的价值。你要我帮你查某囝走，你是要开偌济钱？你啦，你唔通想过这个。我所有的财产，甲坤义宴全部拢互你啊！我这么敢求你讲放阮查某囝一条生路，为什么你乃做袂到？邱台中，伫我李南的心目中，若是无价值的人，都无资格甲我讲话。那对我咧，我敢有资格？你把我抓走，我留伫遮。住伫军旗宴内底的人，都拢无资格甲我讲条件。阿某阿坤，交落去。是。你两个会记一件代志，伊是咧阿骗生，袂用互伊食饭。我军旗宴，毋是互人食了米的。我即摆才看清楚你的做人。你啦，我邱台中一向是无咧相信命运，我是相信拍拼。也若今嘛，我真正相信命运，相信有一天你定会得到报应。你哪会规暗拢无回来？你想要管我？我是关心你。好啊啦，我要休困，你出去。
你最近敢有看到阮阿兄？无啊，是安怎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你若是看到伊，麻烦你也讲我住伫咧遮。好啦，我会派人去找你阿兄，所以就我甲你讲。多谢你。阿兰，这款青湾社甲关爷的代志，你处理好啊？要创啥？你讲，你若是甲代志处理甲差不多啊，你予我一个交代。你莫三工两工就甲我提起这件代志，我的代志若处理完，就会处理你的代志。你是着急啥？我是惊你袂记。好啊啦，你出去。你是要带我去倒位？咱走愈远愈好，只要会当离开这，不管日子偌艰苦，我家己做伙，我拢甘愿。我唔甘愿，我唔甘愿啊！迄群医院就是我一手创立的，即摆变成爱蓝莓，我唔甘愿啊！阿爹，性命较重要，笑咱还阁活咧，咱都要将开医抢转来，还阁有机会嘛？啊，不过阿兰咪想到遮尔啊凶，咱若唔走，伊绝对袂放咱煞。阿爹。是啊，老爷，小姐袂走，拢是为着你呢，请你离开阿兰，小姐才袂吃苦啦。阿爹，好，我带你走。行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好，我带你走。你掠主，我唔知你来这招，你的意机动早就人甲我通报啊！你给阿爹，小弟，阿母，阿坤，拜托，看到过桥情况，你放我走好不？放我走，拜托你了，阿坤。来开。挺好啊，副台长，你火头这么多，搁这么爱耍，你贪我无用，先甲我找麻烦，我就规条你死死的叫阎王把你切头了。阿兰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动手！是。小姐，你跟我讲清楚，我甲你拍，我唔讲。阿爹，拜托阿婆，拜托你阿坤，拜托你拜托拜托阿婆，拜托你阿爹。阿婆，我叫你，我叫你，你别抱我爹好不？你免要介意，你免要介意。杨兰，我敢有听唔对？我听你，我给你。啊，你即摆是咧甲我求情？无对，我甲你求情。报告院主，单位来找你。我给他请过来。是。阿坤阿某，带他来去查房。是。再切切的啦，咱的好朋友要来啊啦！来了，徛我边啊！啊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话要安怎讲你知哦？
恁阿爹的性命是来看你的。请。阿辉啊，咱会这么罕行，坐啦，啉一杯仔茶。唔免。永兰，恁阿爹有转来？我阿爹转来啊。会使请伊出来，我想要甲伊见一下面。我阿爹伊人身体无啥爽快，伊即摆咧休困，歹势。阿辉，你今日来了真拄啊好，我有正好消息要甲你讲。当然啦，也是你来甲阿辉讲较好啦，啊？讲啊！啊，这阿辉也毋是外人啊。恁阿爹哦，拄才甲转来，还有真侪话要甲你讲哦。阿辉，我已经要甲阿兰成亲啊。真是的，向兰，既然恁阿爹转来，你就应该知影，阿兰想要放火烧恁阿爹，你阁想要嫁？迄是因为之前我无答应要嫁予伊啊，即马我已经答应嫁予伊啊。我的阿爹就是伊的阿爹，伊会好好对待伊，对无？你就这样相信阿兰？阿辉，这是我甲阿兰的代志，你莫管，顺行。袂个，向兰，你一定有啥物苦衷对无？你讲出来，只要你讲出来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讲啦！向兰，哎，听你的口气，袂输是我家逼的是。向兰，你甲你讲，我讲逼你甲我成亲，无安尼好啦，我嘛无愿意担这个罪名，我就把婚事取消。我答应你，我要嫁你，我要嫁你。向兰，阿伟啊，你听着吼。阿辉，请你走，以后拢莫过来啊！好，我会走，希望你有选择是对的。你甲我出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用躯内中的性命威胁向兰爱嫁你？我敢做就唔惊人知，无唔对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已经给你机会啊，是你家己要害我的。安尼我甲你讲，后摆我甲向兰的家务事，唔免你管。只要你好好对待向兰，只要你凭良心做代志，你的代志我袂阁插手。只要你莫阁踏入我军医的地盘，我一定好好对待向兰。听到无？如果你爱负责，好。老孙呀，你咧想啥？
我咧想讲，阿南心肝较强，连区台中这只老狐狸都毋是个对手。这是区台中哦，伊伤过自信啊！伊拢安尼老神在在，无将任何人囥伫伊目睭内，伊会行到今仔这款地步，这嘛是伊报应。要甲阿南这款人斗，绝对毋是简单的代志。我咧烦恼讲，咱青王社啥物时阵才讨会转来？大孙啊，你莫着急啦，准做青湾社咱讨袂转来，咱两个创一个青湾社，咱一步仔一步来，凭咱以前的经验，咱真紧就会当东山再起啊！吼。姐啊，大孙啊，这是我的找先生，甲恁下的八字啦。缘分的日子伫后个月初8，来，恁看啦。阿玲，你看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无意见。啊，辛苦你。讲个什么辛苦咧？恁两个当成亲哦，上该欢喜的人就是我啊！我等要叫你是阿姐夫啊，等足久啊，等久嘛我等着，对不对？来，阿辉啊，哎，阿辉，啊，香兰即摆好无？香兰已经决定要甲阿南成亲啦。啊。阿辉啊，当香兰伊既然都决定要缀阿南啊，成亲嘛是应该啊，咱应该祝福伊。是啦，若是阿南真是真心对待伊，我当然嘛会祝福伊。但是我是惊，你是惊哪？无啦，是我想多啦。好啦，我来走啊。是讲这摆我准来走，可能袂阁倒转来干嘛来。准若要见面，来请你来去阿里赛找我。无阿辉啊，你讲这句话啥意思？这是我甲阿南的约束啦。是为着香兰，对无？较悬嘞，较悬嘞，较正边嘞。到我这，到我这。阿公，是啥物办意思啊？是演主啊。伊真正是要娶我？水莲，你敢知影演主要娶啥物人？阿母，你明明就知影，你哪要甲我创伊啦？那呢？你演什么送伊什么好礼？你讲啥？我是讲，你演什么送演主啊？甲香兰小姐这对新人什么好礼？你讲，恩主要甲香兰小姐成亲？是啊，啊无你来做是啥？你是闹耍呗？阿妹，你骗我，我袂甲你拼，我袂甲你拼，我袂甲你拼。好！你若搁乱，我对你无客气。你的情况哪会这么好？为着你，我做安尼多亏心事，吃安尼多苦，去用别人规身躯财伤。为着你，我身体毁容的，这拢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等下就想一天，你会娶我，我唔忙一世人，哪有人甲你生活做伙？我要做你的新娘，啊！不过你就要去娶别人。你讲，你会对我负责的，你哪会对待我？我是讲要对你负责，也毋过我并无讲要娶你啊。我讲的负责，是负责你这世人毋免烦恼食穿。想袂到，你会讲出这种话。你是骗子！你是骗子！小姐，我甲你热成牛头啦。免啊，啊，毋过
哥，你要做新娘呢？我一世人，敢若甘愿为一个人洗新娘头、换新娘妆，迄个人并不是阿兰。小姐，代志先到这，你就莫阁想阿辉啊啦。有可能，不过这世人计有啥？我心肝内只有伊一个。小姐，你这是何苦？还是我甲你伪装啦？有等下人阁受气牵拖老爷，到时阵老爷阁要受苦安尼。香兰小姐，你向爱啥物就啥物，你是安怎要甲我抢阿兰呢？我辛辛苦苦为阿兰吃苦，为阿兰付出，我除了阿兰，我啥物拢无啊！我袂个无伊。香兰小姐，就是我求你啦，我求你放过阿兰，将阿兰希望我好，我求你啦！水莲小姐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你若唔答应，我就袂起来。水莲小姐，我毋是要甲你抢阿兰，我嘛是身不由己。我求你，就是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莫安尼啦！你紧起来，紧起来啦！阮小姐真正嘛足为难的，你会求阿兰得着啊？不过伊根本就唔睬我，伊一心一意就是要娶香兰小姐。水莲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得已的苦衷。你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不得已的苦衷。水莲，你莫这样冲动啦，莫做讲代志。你失去阿兰，我也无意思，我不能死死的靠过我。咱有话好好讲，好无？来，你假装是我。你太过来！水莲，你死敢有录音信？哈？你死，阿兰讲了袂负心，就要变挂心。你死嘛是要死，你知无？喂，我死了啊！阿兰一定通过一世人。你哪会这样讲啊？哈？你是阿兰真是会通过一世人？你掠对真的迄款人？哈？阿兰敢是迄款人？你讲啊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现在甲拍死水性。阿兰，阿兰，你我错袂？像这款的查某，若无好好教死哦，会愈来愈好看啊！阿兰，搁开怎讲？伊嘛是为着你呢。你哪当会甲拍？你有良心嘛？无良心啊？你甲我听清楚，以后若搁来搞我乱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我一世人拢会记得你啥人对待我的，我绝对不会把你杀。阿亮，小姐哪袂西装打扮？香兰小姐，你爱记，我今仔要看是一个装水水的新娘，唔是一个凊凊彩彩、心不甘情不愿的新娘。迄个水莲姑娘呢？啊，一面哭一面走，啊，一定有代志的。我来看卖。
嘉菜，你无死就好，一定是你甲我救的吼，感谢啦。唔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这位姑娘是我救的，那你是家己亮起来。了，当时变遮牛，我唔知。虽然讲你小参详者啦，我这人哦，唔拿惊死，我可袂晓收水呢。你后摆莫变这出来啊啦！我做轻车代志就足可怜的啊，时间若做地叫水淹死轻车代志，嘿么可怜甲无法度。轻车代志。你这人头壳无好，常常乌白讲话。我即马面对做嫌生意的，无烦无恼。我咧无烦无恼。哎呦，我看你这面仔受伤干的哦，我心肝是爱疼丢丢，烦恼到要害呢。虽然烦恼虽然解决，姑娘，唔惊死的人是勇敢，找死的人是甘。人要死真简单，就爱看死了有价值。你已经死过一摆啊，希望你后摆活了比别人较有价值。失陪。英勇，哦，你讲甲真有道理，赞！我感觉哦，你比我较适合做轻车代理。安尼啦，我轻车代理互你做好无？你贵姓大名？你甲我讲，我来报皇地知。我叫陈辉啦。你唔着叫阮小妹迄个陈辉。恩主，阮两个在此要祝福恩主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是啦。我袂开台恁啦。啊对啦，副台中迄只老狗的暗顿准备好。我著顾要准备恩主你的婚礼，煞袂记甲传。恁来安尼啦？阵讲伊即马毋是恩主，也毋过伊即马生起嘛是我的丈人爸，暗顿咱毋赶紧甲传。是。爱记哦，爱准备较澎湃一点，便我还佫请啉一杯喜酒，啉完通好上路。听到啊？是。啊，听到阁唔记得去？等下，代志若是无完成，动话恁两个上路。师傅，食饭啊啦！你也无认定我是恁的师傅。师傅啊，我是为着你写代志，还搁咧想其心。哎安尼啦，阮嘛是不得已的啊。阮若不搬伊出来去互阿兰妈看，有啥物甲交代？迄逐群拢甲真个着吧，敢咧拍完手人共款，安尼有在咧搬戏啊。师傅啊，这戏若要搬吼，都爱搬好真啊，啊无哪都变过遐人。你讲的是真实的啊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师傅啊，咱阿兰妈甲小姐成亲了后，你就是伊的丈人爸呢。我就算搁安怎讲，嘛无可能去得失这恩主的丈人爸，你讲对无？真是要甲向来成亲。今仔日哦，就是你大喜之日。师傅，你看，我甲伊传哦，遮尔澎湃暗顿，还佫有喜酒啦。咱真是当甲向来成亲啊！伊无定看向来的面子，放我一条死路。对啦，师傅，你讲得对啦。师傅，这杯喜酒你先啉落，阿兰无你较真紧地放你出去。只要我若是当出去呢，我有
先生要当顾徛起来，到时我一定要将这阿人啊，甲碎尸万段。师傅，食饭啦。师傅，这喜酒给恁一杯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这喜酒给恁一杯啦。我是不得已的，我若无安尼做，啊人袂放阮煞。我是不得已的，你去死！我不得已的，我是不得已的。你死！安尼唔甲对，你穿起来阁真水，你是我这世人拢要娶的新娘。老来，你唔管你阿爹啊？对。你都就在你打开。你两个话啦，顾一个中大人顾袂掉，顾你死我心内底，你想要我先衰死？快点死了转出去！是。你走回来！阿爹！出来！你敢太小啦！你莫抓住我唔敢。像我即摆老我死，啊若无，你一世人拢爱注意，我随时在你后壁，你知道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